我说我在殡仪馆做化妆师，给遗体化妆的化妆师，听清楚了吧？谁在殡仪馆做化妆师？没有，我们家姑娘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化妆师。你画呢？行了，喂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赵三月，你干点别的不行吗？那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工作呢？我就希望能把和死亡有关的时刻变得不那么面目可憎。鬼迷心窍了你！你把东西给我收拾好吧，以后别有事没事往家跑。你放心，不会再麻烦你了。怎么了？吓我一跳！没事，我以前画的人都是闭着眼睛的，他刚刚突然张口说什么呢？102国道发生重大交通事故，事故造成19人死亡，死者情绪送往市殡仪馆处理后事。宾客出了车祸，这婚礼也没办成。看什么呢？前面路口让我下车，去哪儿啊？送你。那边你不方便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不是你不都辞职了吗？今天不一样，他们人手不够。人手不够就找你啊？是今天意外发生的太突然了。那以后意外的事情还多呢，什么事儿都指着你吗？你还要不要过自己？我让你停车。你别动，我送你。季节慢慢变换。